咱若去鹿港游览，拢会想要踅老街、食好料，去天后宫拜拜，看宫庙建筑保存甲正完整的龙山寺，感受较早台湾人的生活。毋过行一撮鹿港，你就会发现鹿港的庙真正多。我住伫这鹿港镇埕沟仔的附近大轮村，遐有武圣宫，我拢伫遐拜拜。有时间就是会来天后宫遮拜拜。阮住咧鹿区庙啦，若要拜拜就去妈祖边啦，用才去啦。我住伫文武庙，逐礼拜都会去妈祖庙，个龙山寺迄边拜拜。我当遮做生意头30多年了啦，龙山寺有拜拜初一十五啦，天道万岁，地府王爷这个庙拜拜。若讲较早，庙是台湾人的生活重心，鹿港人的生活又搁是安怎甲这个庙绑做伙的？咱会当为这个庙看出什么款的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咱这集要来讲这鹿港，咱常常听人讲一府二鹿三艋舺。这个鹿港这个所在呢，伫英国清朝时代，奉指定做正口，对咱的台湾文化影响是真大。而且咱常常听人讲吼，这个鹿港人讲话无相同。也今日来到这个所在，要讲鹿港的文化，甲讲鹿港的点点滴滴。互咱的观众朋友去到鹿港，唔只是讲去遐食肉包、拜妈祖庙，甚至去灵山寺行行看看。今仔日咧是由内行人要来看这鹿港的奥妙。今日邀请的两位咧是正港的鹿港人来到这个所在，要甲咱开讲哦。头起先要来邀请的就是咱的曾建玉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第二位要来邀请的就是咱鹿港在地文书工作者，对咱的鹿港民俗有深入拍拼的陈树贤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去过鹿港，会当讲吼，迄个鹿港的范围，即马像即马的街仔顶吼，主要咱人来去的所在，会当讲其实范围无讲介大。不过伫咧这小小的空间内面呢，我会记咧讲，我伫咧鹿港迄个街头巷尾安尼行行来转来转去吼，真侪庙啦。这个庙甲人的关系，为什么讲照比例来看，鹿港的庙足多呢？是差不多吼，咧鹿港的鹿港镇吼，有范围有110平左右啦。但是咱即马看到规顶吼，差不多40-50平的庙宇，但出来庙宇吼，伊是有分几多种吼，有这kap港，有角头庙，有这人群庙、灵魂，有总寺庙，所以鹿港的庙宇吼，伊的形态有足侪种的。老师，这张图咱会当看到讲，其实这内面有无共款，像老师你讲的kap港啊、人群、角头加总寺。总寺庙，总寺。老师，这为什么因会有这款的分布，啊，佮这款的区别啊？后来，咱即马看到的吼是kap港，因为所谓kap港，伊就是归鹿港人，不分族群、种族吼，地方伊拢会使去拜庙宇。这庙宇是鹿港的芭蕉，伊施东时那咧征收的时阵，伊芭蕉就会参与伊的重修新建的部分，所以这叫做kap港。那么鹿港上济是这个角头庙，那么角头伊是因为鹿港的地方内底有30几个角头，家己的角头就有家己的角头庙，所以这角头庙就有地方的范围。这人群庙吼，阮鹿港灵君庙基本上有几多间啦吼，第一有这个鹿港的33国王，鹿港的这个南靖宫加兴化妈祖宫，金门馆其实嘛是会使算咧人群庙内底，是安尼。老师，我想要请教，你讲迄个kap港庙啊，就是你讲八九，九是毋是迄个商业的迄款单位啊？是，就是迄个商交商业行为嘛，吼，伊的迄个同业工会组织啦。是。所以等于讲，这生理人赚钱啊，来做这款，就是来寄付这，就是咱拢会去拜这大庙的对啊。因为咱鹿港的
芭蕉基本上有全高、甲下高、甲下门啊，甲全高通商的这商行组织的商业工会或者全高，甲下门或者下高，做这柑仔店的或者柑高，所以拢总有8高商。是顶高、下高，啊个柑高，就是伊的范围啊个职业的迄款无共款的对象有做一寡区别的对啦。老师你对我讲这吸港庙以外，另外佫有讲一这个人均庙。对。因为这人均庙内面像三国王庙、南靖宫，一个是拜三国王，一个是拜关圣帝君。是。你也佫拄则你有讲到一个是显化妈祖经。老师就是这个庙啊。你既然叫做人均庙，是咪因所拜的族群，遐个人是无共款？是，咱即摆看到的吼，即个尤其是三国王，伊本身伊是潮州甲客人的信仰的中心，所以施东时因咱鹿港起来时阵吼，伊本身鹿港虽然是泉州人较济，但是也佫有一部分是潮州客，潮州人甲客人。那么伊施东时伊就去这间三国王庙。那么目前咱咧鹿港看到的三国王，伊本来是咧鹿港的中山路甲民权路的路中，但日本时代都市计划甲这间庙拆掉，才刷去即摆的中山路276号。是，所以早期咧清朝时代，这间庙头前伊号做潮州街啊。潮州街是另外佫一个叫做金门馆，这金门甲这鹿港这所在其实是差真远的，为什么有这款的地名出现？是因为这个金门馆吼，因为金门人来到咱鹿港，伊作为同乡会馆，所以早期呐，金门人来到这，伊举目无亲啊，伊会先来到伊的同乡会馆来寻求一寡支持甲帮忙。那么伊属于同乡会馆，伊本身嘛属于人群庙。另外一间就是妈祖庙，就是兴化妈祖经。泉州府的馆顶就一个府，叫做兴化府。兴化人来到咱鹿港，伊甲因服侍这个妈祖再炸过来，踮遮会去一间庙，所以这间庙是兴化人咧拜庙宇，所以叫做人均庙。这顶头一个天后宫，这就是古祖经。对，所以这两个妈祖是不是？无共款的，基本上是安尼，因为咱看到兴化妈祖经、兴化人嘛，这个古祖经伊就是吸港庙，伊就是规鹿港人咧拜庙宇。另外因为伊是安那这间大庙叫做古祖经，边仔也佫有一间庙叫做新祖经，因为乾隆51年林松文事件，那么施东时迄福康安来到鹿港，伊按鹿港吼。带这万外人的这将士吼，按鹿港登陆，但是伊认为讲是妈祖的护军渡海关系，所以用官方的钱币咧鹿港起一间妈祖经。但这间妈祖经因为年糕较晚，所以阮鹿港人号做新祖经。年糕较早号做古祖经。老师我拄则讲到这三国王庙，就是讲敢甲客家族群有关系若是甲客家族群有关系，拄则个金门人，个兴化人，是为什么大家拢要来鹿港这所在？因为阮鹿港是一个正口啊，乾隆49年的时候，鹿港开正口，所以施东时海关就设咧鹿港。那么按泉州过来按厦门过来做人，一定爱来到鹿港。你物件无按鹿港来变做走私品，你人无按鹿港来变做偷渡客。所以在移民的过程当中，伊来到鹿港就把信用砸回来。但是咱早期有这权章械斗、闽粤械斗，所以真侪客人还是潮州人，伊就离开鹿港。离开鹿港，但是庙留落来。即马这间三国王，伊是阮中山路276号附近的人咧拜。因嘛组织真健全的管理委员会，所以即摆也搁咧运作。人走神无请走，但是咱对神明尊敬，继续该服侍对是。搁一个是角头庙，因为我看这角头庙是这一点是内面上界上济吼。这角头庙基本上就会使互咱了解鹿港早期有真侪角头。这角头拢足细。在角头伊主要应该有因的民间的信仰，大部分拢是王爷庙。所以咱会使看到在角头分布的较大，就是拢在角头庙为主。老师对啊讲到这个角头庙的这个所在啊，因为因只是无共款的，比如讲人均庙啦，还是角头庙，大家拢来到鹿港这个所在时阵，敢会将因原乡或者讲因本地遐个信仰文化摘来以外，一个是寡风俗。
扎入来了后，会互相去影响到影响到的对部分吼，基本上吼是安尼，因为咱鹿港吼甲泉州，伊一寡文化、语言、建筑甲信仰，拢随咱的先民拢做伙甲炸过来，所以咱会使看到吼，基本上鹿港的发展吼，你会使看到咧这张图内底吼。伊上早发展的所在是挖这条鹿港溪的部分，鹿港溪的部分，再慢慢啊，因为鹿港开港了，再来起这条鹿港的中山路，所以你会使看到一寡角头上早期的拢是挖这个河道的部分来发展，但是鹿港的一寡民间信仰，伊本身吼，伊真侪拢是。神像吼，在信仰拢是按原乡炸过来这边。那看到在角头庙还是客家庙，基本上早期伊毋是一开始就是庙，伊是先是私人坛吼，类似私人坛安尼，还是家神安尼，慢慢形成伊一个角头的一个重要的信仰，再来起庙。所以史当时咧日本时代的记录吼，鹿港早期的庙宇无像即马遮济，真侪拢是战后才个定型。比如说起新的庙出来，出来发展是。像咱今仔日啦，有早后壁即个绣布来，即个绣布伊顶头伊写鹿港安平镇文武尊王，即个安平镇，因为台南嘛一个所在叫做安平嘛，鹿港即个所在还有一个叫做安平，而且即个文武尊王，其实老实讲，我毋知伊啥物姓名。文武尊王其实伊是两尊。两尊姓名，一尊文安尊王，一尊武安尊王。所以咱所讲的张顺参考湾，这两个算一个文一个武啦，所以就是互咱服侍落来。其实这个安平镇咱大陆迄边就是咱所讲的湾海，湾海迄个所在，所以咱鹿港的龙山寺就是为湾海迄边过来。这安平镇伫鹿港就是要到彰化，彰化迄条的路，所以当然伊嘛有一个俗语叫做“好茶老未过安平镇”，就是讲这好的茶，就到安平镇，伊遐嘛有一寡这茶寮的工厂啦，就踮遐咧做泡出来茶，所以好的茶你都袂留到别人所在去啊。为虾米讲？咱咧踅这鹿港溪安尼，一直踅到尾啊，天后宫了后，佮头前就无啊。因为照你讲，应该是庙前较热烈啦。是。为虾米这看起来敢像是伫咧庙的后壁才较热烈咧？是，本身吼，咱鹿港的古祖经头前无偌远，早期就是海。所以咱即马看到鹿港高中吼，这所在就是海埔新生地。所以咧鹿港的发展，我拄则有讲到吼。沿着这条河道来发展，所以早期的船只挖来到这个港湾，是安那伊的规的发展是咧河道的管顶吼，所以因为伊只有一个深水的港湾，所以伊发展的规啊路咧遮，但是伊挖海的所在伊起妈祖庙，本来咧这个港湾的这个所在有一个龙山寺，但是龙山寺伊这个所在腹地伤细，所以史当时祖先才甲龙山寺刷来。这条街的南方这个所在，另外起一间龙山寺，所以咱会使看到鹿港吼上发展的就是龙山寺甲妈祖庙的这个中这个所在是上发展的。那么下底有一个街帽，鹿港的顶街帽、中街帽甲下街帽，这边就是早期做家具的部分。那么鹿港的妈祖庙的北方管顶这个所在就是北投渔村，这个所在就是渔村的所在地。所以咱会使按这张图吼，基本上会使看到咱鹿港史当时的街镇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真正是老师无甲咱讲吼，真正唔知影讲吼，其实这鹿港这个所在吼，英国甲今嘛咱所认知的是无共款的哦。那头拄则有讲到讲吼，真侪先民将因的生命再来到鹿港这个所在，也将家己原乡的信仰再来到这个所在，有即摆文化摊开了后，对咱即摆现代社会有啥物款的影响呢？咱个小休困一个，卡定啊继续来讲。
讲到咱台湾传统信仰内面啊，这个普渡吼，中原在这个所在要祭拜者吼，无主的孤魂或者是因果神明，对咱来讲，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亲像伫咧台湾的北边家人，也有即个南部的虎母啊，拢即中原普渡有人讲吼，迄是上界闹热的。毋过就即个鹿港人来讲，这是无一定的哦。即马即个所在有一条歌叫做鹿港的普渡歌。伊这普渡歌顶头写讲，这初一放水灯，初二普王经，初三比饲鸡吼，一直普，比如讲11菜园，12零山寺，了个即个妖鬼亭、古景、东石，甚至吼。17啊、18一直普到29、30，甚至是8月初1，这个旧鸡店吼，啊，个这个米粉寮，请教曾老师，就你这调查来看，这为什么这鹿港这个普渡歌普渡会当甲伊编做一条普渡歌，安尼一直甲念落去？这普渡歌咱来看，就是讲一天一天普无共的角头啦，吼，所以。当然，一定初是放水灯嘛，就是要互在好兄弟看到这水灯，顺这水灯来讨食嘛，咱就准备在生礼啦，互在好兄弟等这7月的时阵，一个月拢有物件通食，所以咱所讲的，咱对初二一直普到30，为啥会一直普到8月？就是这行业伊7月就足无用的，在准备物件互人普渡，所以伊只好到8月的时阵，所以8月初1旧歌店啦，初2米粉寮，初3去食了，到初4去食都食无消咯，都无物件通食咯，所以这鹿港因为其实足侪早期的在都市啦，在因为早期平常时也无啥物通食嘛，就一定在。这过年过节啦，这普渡的时阵才有法度食，所以论普的意思嘛是讲，我今来去倒一个角头，我的亲戚朋友遐，互伊请，明仔搁另外亲戚朋友，就另外一个角头来互伊请，这方式，当然这是一个念谣啦，念歌啦，当然咱鹿港就叫做鹿港普渡歌，一直维持到今嘛。当然，因为时代环境的关系啦，过来就是政府起码41年的时阵，就是讲大家都在节约，所以拢规定7月15咧普安尼，但是鹿港比如讲较早期传统的所在伊嘛是照这时间咧普。其实我拄则有看到这内面有一个所在，号做是。妖鬼亭，老师，妖鬼亭是啥物啊？14妖鬼亭，你拢背出来呢？14妖鬼亭，14妖鬼亭，这妖鬼亭住伫迄城隍庙的对面。城隍庙，咱初5城隍经嘛，在城隍庙的对面。这妖鬼亭，就是以早咱所讲的，鹿港的第二市啊啦。第二市啊，当然就一定有一寡食的卖嘛，这伊的后壁就是鹿港溪，所以足侪咱在船过来工人上船落船了，倒来食物件，因为工人嘛，算较好食，我摕单工，就跍踮路边，安尼食，食就那看起来那妖怪咧，毋知叫做妖怪店，但是咱是咧讲。为什么有在地名？伊的这地名安怎安排？这到今嘛也无法度讲有一个损失啊。其实来讲，就是拢是较咱归来，较归来，因为角头画足细，较大大部分就是像迄科主部啦，科主部这角头较大尔，剩的拢伫龟仔内底，老师我来请教因为咱通常咱拢认为讲旧历7月就是到最后一天就结束啊，对，等于讲就是好兄弟啊，休热结束啊。也毋过其实咱们民间信仰内面，迄个普渡有当时神明做主做发挥，伊嘛当普地府，所以我感觉遮好奇就是讲，其实咱一般的民众较袂去做，就是伫咧7月以外的时间普渡，因为咱请老师甲咱讲一下，你看8月初1啊、初2、初4啊，这种无共款的
讲这是古果店吼、米粉寮，甚至就是车市甲这客家有关系，这是为什么是因是咧8月啊？就是7月的时阵就无用嘛，无用葡萄只好到2到8月，而且咱鹿港吼到8月20，还佫有收山魂。哦，就是讲，因为咧7月咱家跩好兄弟吼放出来了，有诶无转去诶，有可能伫人间吼，人间食咧足澎湃嘛吼，啊都唔敢转去，吼啊所以到8月20，农历诶8月20，鹿港诶洪天宫吼。洪天宫伊会阁出来收山魂，就是讲这家跩好兄弟拢该收转去安尼。啊，伊讲有啥物款的仪式啊？因为伊收山魂吼，是咱全鹿港归来啊吼，所以上头前就去妈祖经，请妈祖的大灵，吼，因为伊毕竟吼，是咱虽然讲是鹿港的大庙啦，吼，王爷庙的大庙，但是伊要去别人的角头，就是在早妈祖的大灵出门，所以伊嘛是分做2顶轿，2顶4连轿，插妈祖大灵出去，一顶行顶角，一顶行下角，但是即马算慢慢啊吼，收山魂的地区吼愈来愈少，为什么？因为伊这种固定时间。咱怎讲？毋是假日的时阵吼，有无法度传啦吼，有出来通常拢都有士大人才有法度咧传，因为这拢是在落山之前在拜，伊来经过了后，伊会甲收在金银纸啦吼、香卡啦吼，最后会送到海边去化掉，甲伊送转去。其实老师你无讲，我拢唔知。我掠准讲，敢若只有鹿港啊、河边迄个所在有一个送肉粽这个风俗尔吼。也其实唔知影讲，其实鹿港还佫一个送，就是食这散魂，全部拢甲伊烤活来一个风俗啦。是毋是有12大姓是依照着迄个生肖伫咧轮廓的啊？是，这个轮廓吼，基本上咧几多年前我去大陆的石狮，石狮才有一个地庙做宝剑。宝剑这个所在有12个角头，所以因12个角头落去轮廓，所以因嘛受一个类似普渡歌这个轮廓的这顺序那么施东时，因为阮鹿港这有波啊蛇，比如说蛇年，鹿港的那个泉州龟，伊12年一大坡，伊就是原乡的信仰习俗吼，伊甲炸过来，所以。因这就是12年一大破是这个艺术。那么，阮鹿港有姓黄的吼，伊来自于轮后，所以轮后这个所在伊是9年才落去普渡，所以阮讲轮后高。所以目前吼，咧12年一大破，咧阮鹿港敢有2个所在出现，就是咧蛇年甲9年的时阵，对，蛇年就是阮即摆鹿港的泉州龟。泉州的波啊蛇，这波啊这个所在会姓黄的落去普渡但是即马拢是以这个泉州龟这个所在落去普。那么拄则讲的轮后高，就是菜园这边的姓黄的，伊的原乡就是9年落去普渡嘛，所以这叫做12年一大普，这是来自于原乡的习俗。其实咱讲吼，这一条普渡歌会当看到鹿港人对这些先民、这些无主孤魂因的敬畏，也包含着讲这些普渡的物件呢，也是一种人情味的展现。不管是初1到8月初4这段时间呢，伊普、你普、我也普，大家互相招这亲戚朋友来这食饭岛。对这个鹿港所在，咱能看到什么款的台湾精神呢？咱稍休困一下，卡停下继续讲。初1放水灯，初2普红经，初3米士龟，初4文武庙，初5上经，初6土城，初7七流寺，初8。听讲恁来晓唱这首歌，就当证明你是鹿港人。除了这首普渡歌，表现出鹿港人的身份认同，鹿港到今也继续流传别所在已经消失的习惯。亲像7月时爱拜青牛妈、青牛妈亭，别所在是宫庙咧负责，但是伫鹿港
邻家会当甲祭拜，为遮就看出来鹿港人的生活真有台湾人的风俗。这有做花干岛啦，就是亲像咱岛顶啊，采一盆花干安伫咧敬亲娘妈，啊亲娘妈坐伫即个后面哦，上面顶和九天过就是天公要带，亲娘妈就是阳大地的查某囝，7月初7就落来即个通天河，安尼看一个光景。每年的7月初7，黄昏暗就好啦，会用咧拜好，啊烧好，啊春节骨哦，才得夜期厝边顶等到厝顶，存在哦，亲人妈大起去安尼啊。到底普渡歌内底讲到的鹿港普渡有偌热烈？除了亲娘妈，鹿港也有啥物风俗，甲别个所在无共款？一个400年来完整保留传统风俗的小镇，伫生活中也有啥物咱唔知影的鹿港款？咱头拄则有讲到吼，其实鹿港人因对家己的先民或者是让过往的人是非常的尊敬。不过啊，就是有一位老师，就是咱的陈老师吼。对着咱鹿港这当地这所在，你有去看真侪人的墓牌吼。其实墓牌顶头啊，咱拢了准讲伊是一块石头尔，但是事实上伊顶头有足侪迄个历史的秘密的顶头，是咪让请老师甲咱讲一下？对，咱常常啦去乡仔扫墓的时阵吼，咱会使看到墓牌馆顶有写2字大字，这2字大字吼，基本上就甲咱讲咱的祖先按大陆倒一个所在过来哦，所以咱即摆会使看到像鹿港遮吼，的墓牌伊管了写芷江、钱江啊，钱江这个物件，阮鹿港人吼做井港，头前的井港哦，伊是钱江村咧晋江的一个庄头，这个庄头足细，但是是当时这姓氏的移民过来甲咱鹿港的时阵，伊就甲这地名甲炸过来咱鹿港哦，所以咱会使踮墓牌馆顶就知讲，鹿港人早期的祖先伊是按倒一个所在。哦，移民过来咱鹿港，比如说咱即摆看到说摇铃，有摇铃，咱大家爱念好做羊拿，因为伊的原乡好做杨林，杨林羊拿嘛吼。但是落尾伊这姓氏的人来到遮开垦的时阵吼，伊甲改琼瑶的瑶叫摇铃，但是大家嘛是念羊拿。老师，再过一个写是桃园对，这个桃园吼，伊基本上伊是咧。泉州吼，泉州姓黄的哦，基本上伊的地名吼做塘边啊，塘边啊，有一个野称吼做桃园，所以有时咱若看到这墓牌吼，咱来了解讲伊早期的文化。比如说，较早有一个所在吼说同安，咱大家讲东安，但是像做墓牌伊会写银铜，哦银铜啊，但是伊就是东安，对啊，所以伊即个吼，咱看到这桃园，伊嘛是用伊的野称落去写。但是伊即个庄头早期咧大陆的即个庄头大部分拢姓黄的，所以伊来到阮鹿港的时阵，伊嘛是用早期的原乡的这个野称或者桃园哦，所以咱若连讲看到桃园，伊拢姓黄的。老师听讲这张相片的内面的这位先人是甲你有关系？是，这我会细节讲吼，但是因为伊即个墓牌伊管定写的物件较特别，伊遮是管定写海淀，伊遮是因为阮单价是按泉州过来。所以10几年前，我去泉州做田野踏查的时候，吼，原来我就找到阮陈家的溯源，就是有一个或者海淀蛋，所以伊这个墓牌吼，真少人安尼写，哦，伊是用陈家的迄个祖先的早期原乡的写法吼，写海淀，伊毋是庄头，伊是一个派别，哦，是派别啊，所以因为阮陈家有所谓的南三城。阮陈家追溯上去的有一个祖先就是清水祖师清水周叔啊，哦南山城这一派别的，对，那来甲泉州发电了，再过按泉州府城，再过来鹿港发电，所以阮吃东西就用海淀城来呈现，嘿，这个鹿港真少看到。要若讲到迄个墓主的孤魂。踮即个鹿港即个所在啊，这是古相片，这是叫做这个物件，或者
管顶这叫做盐墩啦，盐墩，盐墩吼，这足特别的，因为施东时咱想看卖哦，咧清朝时代乾隆年间，施东时早期咱的先民过来鹿港的时阵，客死他乡，是咧路边无人落去甲收埋，所以施东时，阮鹿港有成立一个慈善事业，这慈善事业吼，所以敬义园啊，敬义园，这个慈善事业哦，派人来给它收埋起来，但是最后比如说有一寡战乱死去啊，无人处理，就甲收集在这个内底。这个盐墩内底吼，咱会使看到伊三组，因为中央这组叫做万善同归，男左女右，所以两边这边叫做男善同归，后边这边女善同归，所以这三个是清朝时代。那么头前这个是日本时代。哦，但是这个所在考小民国84年的时阵，伊这个所在清场，把这个场啊，甲迁掉去，变做即马鹿港的运动公园。所以鹿港，咱台湾上特别的这墓葬金字塔造型的，煞无去啦。对，这个吼是姓吴的这宗亲吼，你比如说阮鹿港早期有咧清场，清场有真侪姓吴的人后代无去甲扣金。这留咧现场要安那？所以因这宗亲会吼，前去甲跩姓吴的跩无人甲扣金的跩，拢甲扣做伙，扣来这个所在。所以咱即摆会使看到伊馆顶这就是吴姓的这个盐墩，这嘛会使称为盐墩。对，就是讲，因为伊嘛是甲所有人拢全部拢扣伫遮，只是讲伊扣来遮内面是全部姓吴的。是，原来是安尼吼。其实除了就是踮这个门牌顶头会当看到你是对倒位来以外呢，佫有啥物款的方式会当看到讲你有这个先民移民的分野。是，咱即摆会使咧鹿港的街啊吼，会使看到伊的门楣馆顶，伊会写真侪盐派。所以盐派基本上就是甲咱讲，咱的祖先伊是按倒一个征头过来比如说咱即摆看到这个馆顶只要有这钱江盐派，就是阮鹿港人会讲姓氏的，你若拄到姓氏的讲，你是前港还是后港？前港就是按钱江村过来咱鹿港的，或者前港。那么后港咱会使看到巡海盐派，巡海盐派就是或者后港市，所以阮鹿港会讲，你是前港还是后港？那么这两个所在拢是两个足细砖头，这两个砖头拢挖海边啊，海边，但我甲原乡踏查的时候，环境也个无好趁食，咱就会使想讲，是安那200-300年前，祖先爱按大陆登山过台湾，对不？咱看到这个巡海盐派这后代有几个比较有名的人，咱讲施龙将军就是巡海。这个施世榜开凿北部圳的施世榜嘛是后港市的，所以咱咧门楣馆顶会才看到跩盐派也告诉我们他们的姓氏，像这个西河盐派，伊姓李梅吼，林姓的这郡望堂号，对，这伦丰这嘛是大陆的一个地名，所以咱会使点咱老街吼，鹿港的老街门楣馆顶。会使看到什么盐派，咱就知讲伊是按倒一个所在过来。是。老师主你安尼讲啊，其实你老师就走到中国的泉州去的所在，了解遐的状况。那讲就是讲泉州迄个所在，甲即摆鹿港啊，你认为讲这两个之间有啥物款的差别，也是讲这个文化来到这个所在了，其实有演变做在地化的鹿港。其实阮过泉州咧做田野踏查的时候，我感觉我来到鹿港咧。就是讲，因用字遣词拢是阮真在地鹿港的用法。比如说，阮踮泉州听到因咧讲口袋或者通柜啊，通柜啊，这是泉州才会安尼讲的，对。所以真侪这信用啦、文化啦，一寡建筑，拢甲阮鹿港足相像的。对，因为佢讲铜柜啊，我是听我英国老师伊是鹿港人甲我讲，阮一般讲的迄个口袋就是乐德啊，就讲铜柜啊。那是啊，那伊爱讲铜柜啊，就是较早咱迄报章还是中药行，是毋是一个茶厨啊？内底客钱的。对。这钱甲咱口袋内底钱是相同的。相同的。所以或者铜柜啊。所以咱若去泉州嘛，听到因讲铜柜啊，讲阮鹿港讲的拢是。讲法拢是共款，是。
老师过来请教吼，就是讲，咱除了就是踮咧这个蒙牌顶头，或者是讲伊的门楣顶头，会当看着讲吼，伊的鲜明是对倒位来到鹿港这个所在。那当然啊，除了这个所在以外，会当看到讲庙什么款的族群来到这个所在，伊来过了个离开，也敢有其他的人捌来到鹿港这个所在啊。较重要就是咱讲的这个姓丁的啦。姓丁的这个族群吼，伊真特别，伊有说阿拉丁，因为咱即摆看到的吼，施东时波斯来甲泉州有一个人吼，这詹斯丁，那么后代留咧泉州，所以后代就用伊的祖先的名，这个丁做因的姓氏，所以阮鹿港的一个丁进士第丁家，因就是阮鹿港人拢讲吼，这阿拉丁。其实讲到这个鹿港这个所在啊，会当看到讲，真侪人将伊本地原乡遐的信仰啦，将伊的生活习惯，甚至是伊的长号，甲伊再来到台湾了后呢，包含着咱人伫要过往的时阵，也会当将这个名号记录落来踮这个所在。不过讲到这个鹿港呢，上界特别就是讲到鹿港人因讲话腔口，甲人真正是无相像。究竟是虾米款的无相像？这其中虾米款的因果呢？咱需要休困一下，卡定啊继续讲。常常听人伫咧讲，这鹿港人讲话无相同。除了这个讲话甲人无共款的腔口以外呢，踮这个所在，鹿港的文化和其他所在也是有无共款的所在咧。咱请这曾老师来讲看卖。听讲这鹿港吼拜天公吼，会当讲是足虔诚的啦。拜天公对咱鹿港人来讲吼，算足重视的，所以咱一般可能较简单啦，但是鹿港因为伊这顶岛下岛总共有3岛岛，就是甲下边的2岛岛刷位，向外口来拜天公。这2岛岛关顶岛都是拜在素食的，下对岛就拜五圣。所以伊传的也足澎湃。鹿港人你伫厝内拜天公了，再过去妈祖经后殿，伊这天公殿，搁再去遐拜。拜了，再过去地王，地藏王庙，再过拜地王。所以伊规暗其实来讲是免啥困啦。鹿港呢，搁有这天公会，早期有13个天公会，当然即马剩9个啦，有诶即马就是变做伫庙寺内底咧拜，以前拢都爱看时间啦，所以有时阵是子时去拜。有诶是3点去拜，5点去拜拢有啦。所以路主基本上是规暗拢免困，规暗拢足闹热咧。规条这五福街拢咱就看随时拢咧烧金棒炮，安尼。除了这个正月初9吼，这个拜天公以外，上界重要，咱拄只 VC 也有看到，这个7月初7拜七娘妈。拜这七娘妈爱所使用的就是这七娘妈蛋吼，这个蛋蛋为什么叫做蛋呢？不是叫做七娘妈店，叫做七娘妈蛋呢？是这个七娘妈蛋，这基本上伊是泉州腔，所以泉州腔讲凉天是凉蛋啊，所以伊号做七娘妈蛋，是，所以阮鹿港人咧七娘妈生的时阵，差不多咧下晡3、4点，厝里就会拜这七娘妈。那拜七娘妈的时阵，阮家户户拢会买一个这七娘妈蛋供奉咧供桌饭店，拜了甲化掉，化掉了后会剩这特别啊骨架这骨架你袂使甲当做垃圾甲等去杀啊，你还甲摕去厝顶要。老师要炸一个七娘妈蛋来到这个现场哦。老师我甲你请教啊，就这七娘妈蛋啊，我看伊为这下骹这骨架到顶头这个造型妇人宫、天台宫，这有啥物款的意涵？以前啊，我其实看到其实拢无啥共款的。是，因为这七娘妈蛋所咱所拜是七娘妈，七娘妈有7位。所以伊主要是咧拜这妇人人，个这囡仔，所以因生产，所以咱七夕这时间咱所拜物件什么，油饭，个粿酒，所以咱都要传7碗，但是通常咱会传8碗啦，
所以个另外一碗是要成母。哦，成母。哦，成母。哦。啊，所以其实足多人讲哦，这七夕是中国的情人节啦，我感觉是中国的妇女节啦。哦。因为这都参妇女的生产有关系嘛。哦。啊，所以咱来看伊个下底一个花干型吼，花干型当然说讲这平安啦吼，平安。啊，但是伊这嘛是参迄咱妇女的这子宫的造型共款。哦，共款。啊，所以馆顶过来一个夫人亭吼。啊，这都是这七娘妈的所在。啊，过来馆顶天台宫，哦，咱就会讲，有一种讲法是七娘妈是这玉皇大帝查某囝，哦，所以这当然甲天台宫馆顶，啊，这左的部分拢烧掉了嘛，哦，啊烧掉这竹米啊，还佫留咧，啊，所以咱就爱等去厝尾顶，哦，啊，厝尾顶有人的讲法就是讲吼，这都是互因为七夕嘛。啊，咱以前是有叫咩啊？这牛郎织女，啊，因为伊就一年敢若相会一遍，哦，这听唔到嘛，吼，啊，所以用这来做打迄桥，哦，那个就是迄个桥。对，啊，咱鹿港所在吼，咱拜还佫一种叫做藤葛，其实伊都是啥物汤圆呐，啊，中啊，甲伊凹进去，凹进去要创啥物？要接这情人的眼泪啦，哦，啊，这当然是一种美丽的传说啦，吼，安尼，哦，啊，即马鹿港咧做这传统的七娘妈蛋已经足少的啦，哦，拢是在老一辈吼，已经有70、80岁，啊，少年的吼，因为即马这搞工啦，啊，一年嘛趁一遍尔，哦，所以咧做人就足少的。老师除了讲，你拄啊讲这七娘妈蛋吼，烧。敬奉迄个七娘妈烧掉以外，剩这个竹鸡啊，或者竹皮啊，爱拼去厝尾顶以外，啊，这拜七娘妈，佫有啥物爱拼去厝尾顶啊？像有诶，伊会做胭脂碰粉啦，吼，当然就是要互伊用的啦，吼，啊，即马愈来就是变做愈来愈简化，吼，啊，咱鹿港所在会用到七娘妈蛋，除了七夕的时间，就是剩的就是结婚拜天公。哦，结婚拜天公该用到。对。因为鹿港的结婚拜天公吼，嘛是足搞咧，啊，所以有诶规暗拢免困。哦，啊，这新郎啊吼，新郎在派这包袱啊，在上天庭落地府安尼。哦，所以等于讲结婚嘛算是一种当大人啊，对，转大人。因为上主要嘛是要谢天啦。哦，谢天。哦，谢天啦，啊，就是讲种天吼，啊，甲咱嘅时岁吼。该游大汉了，哦，会使结婚咯。啊，所以因拢下愿嘛，下愿，比如讲，大囝一定在拜天公安尼，这方式吼。一讲到这个鹿港啊，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风俗加这个祭拜活动，听讲鹿港有这个牵庄是吗？是鹿港这摆也有牵庄。哦，那基本上因为我咧泉州嘛有记录到，所以嘛是原乡的信仰啦，原乡的信仰。那么泉州这边有牵庄，所以鹿港这边吼嘛有烧香的。那么这牵庄有分两种，第一就水庄，第二就血庄。那水庄就是因为水而往生的吼，这爱甲牵起来，或者牵水庄。啊，因为难产流血过多死掉的，这就爱牵血庄。所以即马鹿港也够牵水庄还是牵血庄。那一般以水庄的部分，目前即马愈来愈少看到啊！我捌记录过一遍，就是牵水庄的部分，牵水庄。那么即马咧鹿港吼，7月时阵吼，中原普渡，阮鹿港的地王地藏王庙，伊现场嘛有咧牵庄，但是伊即马分3种，拄则讲水庄甲血庄，但是即马吼伊是陆海空，因为伊庙方讲有空难的事件啊，所以有3支主庄，就是陆海空的意思，对。鹿港啊，有暗访对无？暗访，啊，佫一个送花行。这两个当请老师甲讲者。咱先讲送花行啦，花行就是讲啊，这个厝吼，那回修在时阵，认为就是火德星君降临，爱甲这花行甲上灶，上灶。那么伊施东时，伊就会准备请庙宇来办一个法会，爱准备这个
压啦吼，或者压刷。那么沿途吼，会使叫店家拢爱关电火，关电火哦哦。那么有人举扫帚，啊，甲这火神牌吼，甲送去郊外，甲送去海边啊，啊，甲化掉。其实讲到这个送火神这个仪式啊，叫大家吼，就是爱关电火啦吼。其实这仪式甲送肉粽就相像的呢。老师，鹿港这个所在有送肉粽，啊，是不是伫咧附近遐个庄头共款有一款的风俗啊？送肉粽，咱其实伊迄就是一种送煞的一种吼，是讲送肉粽是一般咱无爱讲是送吊死鬼吼的一种名称啦，对，那像。这一竿肉粽吊咧，哦，啊这送煞唔是要送迄个人，是要送迄个煞气，哦吊煞，啊所以其实来讲吼，迄个所在，这参头先陈老师所讲的这送河神，因为伊是河神，所以伊在供送，哦，啊这吊煞，因为咱是话无希望伊伫咱遮，吼。老当家，所以咱嘛是要甲伊送走。啊，所以这通常吼，拢大部分是迄个旺盛的人，你是出山了，暗时甲伊这刷去送掉。啊，这刷去送掉，因为这对鹿港人吼，讲实在，是以前传统到即马拢共款。所以呢。嘛袂感觉讲足特别、足奇怪，啊是干那因为咱这媒体吼，媒体的这报道了吼，则变做若像大拢咧送，吼啊这有时阵，因为咱一定鹿港嘛靠海边，所以送拢是送去水府，为水府去，吼啊你怎讲伫迄个山内爱变怎？像咱嘛有看到有诶送到样诶公墓去诶，吼啊，即摆感觉咱若像嘛感觉无收煞，吼连电影即摆嘛有演出来咯，吼，啊所以当然一代方式啦，啊但是鹿港诶方式吼，就是咱自以前到即摆拢共款，啊即摆变做哦一代啊有咧送，啊送到底有送出无送出，唔知影。哦，啊，为啥都爱送？这个动作，都是为着地方的安宁啦。哦，像有时阵咱伫个这电脑 FV 馆顶吼，看到足多讲法啦吼。像你咧送的时阵，你怎拄着你倒咧行吼，叫做送他一程。哦，这讲实在，这讲法是未通过的啦。因为鹿港咧送，你头前一定抛啊一直放。放的时阵头前一定动，你总有人要经过，无法度过，所以一定离开。所以你无迄种啥物送他一程的，无机会去等你。无。啊，有的是可能像早期有的啉烧酒醉的，哦，伊要过，啊，当然咱会甲伊挡，啊，但是有的时阵挡袂掉嘛是互伊过，啊，互伊过。有诶，就会发生代志哦。所以咱才有迄种讲法讲吼，有时阵送无出去。啊，为什么讲会送无出去诶原因吼？都是伊送诶过程有平静无？还是讲有时阵伊诶物件落落来？还是有发生啥物代志？这大家都一定有一种讲法出来哦。对哦。啊，你无送呢，地方会感觉讲，这物件我伫遮，会感觉心内足难游，足怪怪安尼。鹿港还佫一个暗访，同款是为着这地头的平静对无？是，对，暗访伊基本上伊嘛是除煞啦，对，啊，所以咱王爷吼，伊有分几落种，有的是当王爷指示当去启动，有的是讲啊，王爷要转来，我去海边啊接王爷转来，王爷转来指示伊要暗访。所以暗访的过程当中咧，我细汉的时阵吼比较严肃一点。细汉的时阵是关门串好啊，你袂使随便去看暗访啊。但今摆唔是啊，今摆是真侪人拢敢若全民运动安尼吼，无伊个代志的人嘛出来敢若咧看闹热安尼。所以其实暗访的性质，阮鹿港较特别，伊是不定时的时阵。王爷转来其实要暗访，今仔下暗就暗访啊。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做法。拄则吼，佮补充一下就是讲，
因为送肉粽的迄个过程吼，其实我捌去做过记录。在民国95年的时阵，哦，伊施东西伊咧送出来的时阵，伊是伊会做一个超人。啊，甲伊悬吊迄条绳子，甲伊悬吊迄个梁也好，或是那个支架也好，爱甲跳落来，哦，那么沿途放鞭炮，经过人的厝吼，伊厝诶窗仔门拢大户啊，啊门口刻一支扫帚，哦刻扫帚，啊经过路口的时阵吼，拢有角头庙，哦神桥、重机，踮遐挂咧迄路头，啊沿途放炮啊，啊一直到海边啊。在海边啊，甲坏物件甲化掉去，啊化掉了，爱沿螺丝骨哦，你袂使去卡落哦，你爱点安尼吼，安尼回来这办代志的这个所在，啊加关系个对等嘿，是。哦，安尼我想要个请教老师吼，伫咧鹿港啊有一个妈祖的信仰足特别的，我一摆看人家。感觉哦，最奥妙就是东华寮迎妈祖。老师，咱讲一下这个东华寮这迎妈祖对，其实伊东华寮伊是请妈祖啦，请妈祖，因为重点就是讲吼，施东是咧道光年间，这个所在干旱，无水气吼，啊，所以农作物无法度生长嘛吼，啊，所以伊鹿港的古周经请妈祖来，哦，真的普降甘霖。所以因这15个钟头就有这习俗，当年来鹿港请妈祖去伊的钟头洗钟，啊，去的钟头祈求这个普降甘霖，它就形成一个习俗。这物件嘛是阮中华的一个无形的文化资产，对。所以，但是早期15钟，即马变做12钟啦，对，所以咱讲东华寮12钟请妈祖。讲到鹿港这个所在，那对因鹿港人对这个所在有深深的认同以外呢，上较重要是伊踮咧咱的台湾历史也个文化当中是一个真重要的角色。咱这外地人去到鹿港迄个所在，不再只是讲去到迄个所在吼，食物件、踅楼街、拜妈祖以外，咱所看到的物件，今仔透过两位老师甲咱介绍，咱到迄个所在也会当真做是一个内行人。今仔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现场，非常多谢。讲到鹿港这个小镇是有深度，两位老师来到这个所在，甲咱来广告，讲遐尼济，互咱熟悉到这台湾的宝，每角角咱会当看会到。我是嘉豪，这是台湾馆，后礼拜同一时间咱再相见。多谢老师来到现场，谢谢。